分享收看客家名儒学人。每日嘅行义新闻，伫台湾地普界客家传统风俗。日本为伫962年29号子时拜天公，不过今年下特别，冇962年30号。12年29号就是两年改期每日日，所以12年28号就为拜天公。拜天公代表对天公界敬重，也是感谢天公贵年界庇佑，祈求来年吉祥界之事。伫传统客家信仰地图，天公日本是掌管天体、统管理各项事情界市民，是当从老界主神。伫安布拉界之时，客家总界家父会开始拜天公界仪式。祭拜仪式地图有当道理俗，比如讲祭拜界作项对本上界、老下界，上界拜祭界，下界拜婚礼，汉来拜五神、五灶、五石、五果、五天，表达对天公界感谢、老敬重。拜天公界风俗，唔但像系当从老界客家文化，也系加速其中界表现。本国客人做得天下祈福，能接新界人言。以上系客家名儒学人界报道。接下來會教大家基本一解每日嘅行義就是天公，拜天公保佑大家都平安，拜天公保佑大家都平安。你學會嗎？下禮拜再來聊。